亲爱的天父上帝，何等恩典！你选属主耶稣基督，诚做会当受阮的罪羊羔。主耶稣，实在是真感谢你，互阮伫你的面头前，会当讲出家己心内上界黑暗的所在，因为阮知影你的保护亚康结清阮所有的罪。所以求主耶稣基督今仔日你的保护，嘛和阮遮所有的人同在，诚做阮的保护，诚做阮生命中上界大的安慰。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两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大斋节期的第3礼拜，真紧。就爱进入到受难的节期，伫即礼拜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伫哥林多前书的所在。请咱若是有圣经，也是会当看周报，就会当三角来看今日的经文来对照。首先，咱知影哥林多前书，这是保罗写予对的一张批，是写予啥？真简单嘛，就写予哥林多教会嘛，吼，嘿，是安怎？保罗爱写一张批予哥林多教会呢？哥林多教会是啥物款的教会？咱敢有知影？吼，有时嘛无法度介清楚吼，所以一开始我就先来和大家分享讲，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背景是啥物款？第一，就是哥林多教会伊伫这个城市呢，伊是一个罗马政府新建立的一个港口的一个城市，因为伊是一个较新的城市，所以保罗去遐传福音的时候，遐的人，因为想法较开放，较自由，因为拢是对逐所在来要去遐做生意的，佫是一个交通真繁荣的所在，所以伊去遐就无有受到阻挡，就真顺遂，就起做教会。遐个所在就是因为是一个商业的城市，所以遐个人是真开放。毋过嘛，诚侪因着意爱追求功利，也是迄个奢华宴乐的一个气氛伫迄个所在。即款的气氛嘛影响着哥林多教会的内面的气氛。所以哥林多教会伊发展的特色，就是保罗踮遐传福音的时，因为因遐的人拢是逐所在来的嘛，遐个庙嘛是真侪间，逐款的学问嘛有真侪踮遐底发展，所以因拢感觉拢会当接受，听了保罗讲感觉袂歹，就去遐就信耶稣毋过信了后的教会内面，就是发展真紧因为拢是咧做生意的人，迄个城市佫是一个港口，所以就内面就真侪真有钱的人，教会内面因为人拢真拍拼，所以就是人才济济。毋过伫即款的教会，嘛有一个危机，就是讲，即款遐尔紧就发展起来的教会，就是遮的人虽然信，毋过因犹原是照以前迄个旧的价值观在生活，因只是感觉讲，即个道理听起来袂歹哦，就第一步就来信耶稣。毋过其实伫生活的真侪方面，因犹原是照因旧的习惯在生活在很难对待。所以保罗迄个时阵，伫哥林多教会徛起差不多1年偌久，这1年偌久了后，伊就离开这个教会。伊离开这个教会了后，真紧伊就接到真侪的消息，讲这个哥林多教会出现啥物问题，佫有啥物问题，所以咱若是知影了解哥林多前书，就会看去讲教会内面有真侪像讲性的问题，也是有小团体的问题，也是啉食的问题，等等真侪。这就是因为因遮的人犹原是真心受着
社会的影响伫生活，所以性命无变化，而无法度来面对即款的冲突。所以今仔日咱所看的即个哥林多前书，就是即款的一张的一个批。所以伫今仔日咱所看的哥林多前书第1章，咱所要讨论的是啥物问题？保罗要甲遐个信徒提醒的是啥物问题？咱会当看见讲，伊提起讲，迄个时阵伫教会，因为开始保罗走啊嘛，开始有真侪无共的老师，佮有使徒来教会来教示。每一个来的老师，来讲道的人，拢有家己的特色，所以教会就开始有真侪想法出现，有真侪内部的小圈圈出现。教会内面就开始想讲，我较爱这个老师伊讲较好呢。我较爱这个老师伊较有气力来甲人医治呢。所以就开始有人照家己所喜爱的文士，来军队无共的教师，嘛开始对安尼甲教会中间的人来分做无共派的人，就对安尼有纷争出现。所以咱会当来想象迄个画面，就是经文内面伊讲到教会内面有人开始咧讲，我是受保罗的啦，伊爱听保罗的教示。佫有个人说讲，我受亚波罗的啦，伊较爱即个亚波罗的教示，因为伊的口才较好。佫有人讲我受基法，就是受伫彼得的。所以保罗听到遮个消息，就感觉真奇怪，讲遮个使徒，讲有为着因顶伫十字架顶，哪会讲信仰的重心开始放伫人的心上，哪会真做安尼？所以咱若是搁较进一步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就会看去讲保罗安怎甲遮个信徒来教示讲，你的问题是出伫倒？伫第1章20节，伊安尼讲。保罗讲，犹太人要爱的是神业，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所以就会咱看去讲，保罗是咧讲，恁遮内面的人，和外面遐个无信耶稣的犹太人，也是另外一个外邦人，就是一堆希腊人所追求的，拢同款啦。伊讲对一个老师看起来够有气力，因为犹太人追求神业，就是讲伊追求一款属灵的气力嘛，因想要看这嘛，所以教会内面有一寡人，因就想要看即款的气力，即款属灵的能力，就感觉讲，这对教会是较有帮助的，所以伊就想要对这个老师。有另外一群人，因就亲像外面的希腊人同款，因要找求智慧。迄个智慧伫迄个时阵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即个智慧是讲，迄个时阵有受教育的人，因有即个口才，会当来辩论，会当有迄个哲学的训练，所以希腊人想要找求智慧，就是讲因看重教育啦，有一群人就感觉讲，即个老师讲话真受到好的教示，佮有教育，迄个理性也是逻辑安怎？即个是咱教会需要的，也感觉讲这对教会较好。安尼2群3群的人，煞军队无共的教师，就对教会要安怎发展的信仰的追求有无共的方向的看去，煞彼此来亚戦，煞彼此来发生纷争。所以就是讲，伫保罗的目睭看去，哥林多教会是安尼，就是讲因的信徒虽然信耶稣，毋过迄个价值观犹原是真爱，可爱追求有气力的，有属灵气力的，无就是较爱有好的教育的，有迄个好的口才的，佮用即款的方式，甲老师佮有教会内面的人兄弟姊妹安尼来分做无共的群，所以保罗讲，遮个人是安怎逐礼拜做要生活，煞看重即个，看轻迄个，
神拢遐尼济文士，煞看重即个，看轻迄个，啊，诚侪无共团体的人。保罗安尼甲因讲，就是哥林多教会内面开始因为看重快乐，追求快乐，也是想看重智慧，甚至是用你这个人有快乐无，还是你这个人有教育、有智慧无，来甲人判断，来出现纷争，煞无法度做伙好好同工。所以咱若是看哥林多教会的状况，看到遮，我家己在备班的时嘛会想，毋知影大家敢会感觉到，有时咱的信仰生活，介生嘛和哥林多教会有时阵嘛有真相像的所在。其实咱拢信主，毋过伫教会生活，咱就难免是会用世俗的一寡能力，也是聪明学历来了解一个人，来看讲这个人哪安尼做代志，迄个人这袂歹哦，真咱嘿。我备办即个是其实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我以前伫新下伊的生活，其实是伫新下伊的生活内面学生应该拢是逐教会上介优秀的人会青年出来。毋过其实拄仔进入学校，拄着遐尔有学养、遐尔有学问的老师也是教授。讲道的是有遐尔济的老师在踮遐分享，安尼轮流。其实久啊，咱拢知影，我家己嘛知影，就是讲伫学校内面看遐尔讲道，遐尔济讲道，遐尔济老师无共的想法，安尼学习了后，学生家己嘛会慢慢开始知影讲我较爱意爱对一款哦，对一款教师哦，我对即位较好哦，所以。其实久了后，人的本性其实是适合因的学生，嘛开始慢慢讲有家己的小团体，有时是功课较好的，家己一群；功课较歹的，家己一群；有的是较爱敬拜俄勒的一群；有的是较爱社会运动的一群。就是家己开始有家己的路线出来。所以有时虽然讲大家平常时嘛是拢介好。毋过，若是要做代志的时，就真明显。我说，就开始分讲即款的学师，你哪会找迄个同学？伊就是对上的你哪会找伊？伊应该就爱找上安尼。所以现在其实家己拢会家己知影讲，什么人是安怎的。所以其实咱拢有信仰伫家己的性命内面。毋过真无法度避免的，就是讲。咱犹原真容易要做代志的事，要有想要有效果的事，能力、学业的表现，也是咱家己看重的重点，加减就会成做咱论断彼此的方式，也是咱嘛用即款的方式来看待家己。咱看重什么，看轻什么，其实咱家己心内有数。当即礼拜在备办一段的时，更较亲身体会到以前的经历，佮有即马现在家己犹原是真侪时阵嘛在面对即款的挣扎。咱若是咱毋免甲别人讲，咱问家己讲，平常时是毋是有对一个牧师，还是对一个老师的教示，咱较爱，较袂爱对一种。听对一款的道，感觉较合胃口；对一个人的教法、带法、敬拜的方式，互我感觉较有得着，是会当互人有信仰的经验的迄款呢，也是佫较爱有学历的，就是有学历的，是爱较欢喜的、较轻松的，也是较严肃的。所以咱家己对啥物款对教会是好，对。特定的快乐，也是智慧的意爱，也是追求，这是毋是嘛？慢慢成做咱对家己，也是对别人的一个偏见。所以有时虽然教会真温暖，毋过较亲密要斗阵的时，就感觉到无法度有真顺序的互动，嘛有时无法度欣赏别人的好势。嘛无法度
掠别人的智慧，佮有气力来诚做欢喜的代志。因为有时咱心内嘛是看重一个，看起迄个，就亲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共款。所以，咱活伫一个追求气力、追求智慧、学历的世界，真正是真难免用即款的方式来看待真侪代志。真难免咱嘛用气力，也是聪明，你想讲对一个人好斗阵，有时嘛真因为容易为着安尼来受伤。所以面对教会有安尼款的困难的事，保罗是互教会啥物款的引带？咱线接来看，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面对即款的情形，保罗是安尼讲的：伊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安尼讲，莫互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规治空空，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要互对能力、对智慧的追求的迄款的价值观，变做空空，煞袂抵到伤害教会。因为耶稣基督的气力是上帝的智慧，比人的追求的智慧，佮有气力，佮较强。这是啥物款的状况？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气力是啥物款的气力呢？保罗来邀请这个信徒来想，十字架是啥物款的状况？咱拢知影，耶稣基督伊有气力来行神迹，有气力来行医治无？有嘛？伊真有气力嘛？伊会当行神业奇事嘛？伊敢有迄个智慧会当讲好的教示，来教示这个无共的信徒？嘛有嘛？伊会晓甲人教示嘛？毋过是安怎？伊伫十字架顶面，伊无行神业，嘛无讲有智慧的话来为家己来辩护，煞互人安尼钉伫十字架顶面，甘愿互家己诚做无有气力的、无有智慧的。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十字架的道理，这是上帝的智慧。就是讲，耶稣基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面的时，伊无有气力，嘛无有智慧，毋过唯一有的气力，却是上帝要家救的这个气力。所以就是讲，十字架的道理要完全来转变世人靠能力、靠智慧来生活，彼此论断、自我论断、比较分裂的这个本性，来进入到一种独靠稳定、看重稳定，掠上帝的人民做中心的生活。所以伫经文第21节，伊安尼讲：世人接着家己的智慧，无法度认捌上帝，因为人的智慧就是追求这追求迄尔。咱后阵要得到拯救，爱过了好，就爱有气力啊，无就爱有好的教育啊。毋过上帝讲，拯救所倚靠的是伊的稳定，毋是人的气力，嘛毋是人的智慧。所以对毋信的人，这个稳定，上帝的稳定是真奇怪的代志，嘛是人无法度来掌控的。所以伊看，无啥人会看讲这是一个愚公的道理，因为这和咱来行行事为人的迄个道理差伤济。是安怎拢爱我靠稳定，我也无法度来知影我有稳定无？安尼毋是真软者吗？家己靠家己来努力，靠家己的能力，靠家己的智慧，毋是搁较踏实。毋过保罗伊是要指出，十字架的道理，迄款的世界观、价值观，会甲咱对掠家己最大的这个束缚，彼此论断，家己论断家己的迄个束缚中间来透放出来。所以伊安怎讲？咱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伊讲兄弟啊，恁受呼召的，照肉体有智慧的无有真济，有能力的无济，有尊贵的无济，毋过上帝却拣选世上愚公的，
叫有智慧的见笑，搁减选世上拢食的，叫迄个臃肿的来见笑。所以就是讲，遮个哥林多教会遮个信徒，一开始因到伫教会时，嘛毋是有气力的啦，嘛毋是有钱的啦，嘛毋是有智慧的啦，是上帝伫即个教会内面安尼家己起造，家己养饲，因煞渐渐有即个臃肿。所以其实遮因遐的信徒对安尼来看，知影因是对善食的所在起来，到伫富有的所在。所以保罗就安尼甲遐个信徒提醒讲：你爱会记咧哦，一开始人是啥物拢无有的哦，拢无的哦。迄个教会内面无有啥物真厉害的人哦，是上帝照伊家己的大气力，阁有稳定来兴起因，互因有无共的温数尔定。所以保罗来甲因劝勉讲，因着爱甲伫教会内面、伫人群中间，看到逐项的温数，逐项人所欣赏的逐项的好处性情，也是讲逐项的能力，明白讲这是上帝互因的，毋是搁起来讲来自我满足，也是讲来比较、来得到自卑，来比较讲一个看人做这个较好，一个看迄个人做迄个较好。一个看家己确实无有这个，一个搁嫉妒别人，哪有迄个稳定？所以保罗所讲的救恩的气力，就是互人会当完全对能力、人的能力、人的智慧的追求的中间来透放出来，活伫上帝的稳定下面，就亲像耶稣基督，伊无有能力、无有智慧，毋过上帝亲自互伊个我。这是上帝的智慧，世人看做愚公。所以有时咱就会问啊，若是我靠稳定，是毋是人对家己无有气力，就有好的理由，讲啊，我无法度安尼做，遐尼也是安怎做，是因为上帝无互我稳定。毋过保罗伫即方面，伊嘛有一个答案。伊讲，咱逐项的好处拢是上帝互咱的。所以，咱所爱看的、爱求的，就是爱对耶稣基督的忠心。所以，咱伫教会内面所彼此来看重、劝勉的，毋是搁讲哦，这人较有气力，而是迄人较有智慧，是开始看讲这人敢有对耶稣基督忠心，是求主互咱每一个人拢成做忠心的一个好管家。忠心满靠稳定来学习来服侍，毋是搁看重智慧，也是气力。因为上帝的稳定会当将一个无有气力、无有智慧的人兴起，成做伊要使用的器皿。即款道理要一直记咧，无容易。要一直记得即款世界的道理，真正是有困难，因为咱拢袂爱想起家己捌伫上帝的面前迄款的无有气力、无有智慧。毋过伫稳定的价值观内面，上帝特别意爱无有气力、无有智慧的人，伊要伫遮兴起伊的工。即款的想法，即款对世界的人脉，会帮助咱每一个人得到透放，得到自由。煞尾我来分享我一个家己的故事。我以前毋是一个真会晓伫台顶带敬拜的人，迄个时阵我的声音无好嘛，唱袂出来，无有气力。所以以前我做新学生去教会实习的时候，看到就亲像咱教会有真侪比我搁较少年嘛，有的教会嘛是比我搁较少年，搁会唱歌，搁会弹吉他，真侪拢会晓，我就感觉真见笑。我就想讲，人我去迄个教会是有摕迄个谢礼的呢，搁唱到无好，搁袂晓唱，真惊别人甲我讲话，搁讲好那拢无教。所以我捌以前伫实习的时，无法度真自然的在享受迄个敬拜，因为我看到少年人比我搁较高，我就感觉紧张，要互人叫来上台来服侍来敬拜，拢感觉真心虚啦，拢惊拢安尼别人要安怎甲我看。
毋过后来我渐渐学习，嘛是和同学也是一寡同才来学习，开始甲上帝求讲，主耶稣，你互我你的恩典，帮助我会当享受敬拜的生活，嘛帮助我会当喜乐伫敬拜内面。若是主愿意，互我会当喜乐来带敬拜。所以几年了后，真趣味，就是我渐渐伫服侍教会拢有机会来操练带敬拜的机会，啊，竟然嘛有时间是去上一寡声乐课，啊，我的声音就较好，较知影要安怎出力，吼，啊，就慢慢有开来，就感觉真感谢上帝。啊，慢慢我伫别人面前就袂遐尔自卑，吼，啊会当伫敬拜的内面来真投入，嘛真快乐。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嘛是用我有气力无，有能力无，来家己看家己，嘛真惊别人用即款的眼光来论断我。毋过真正上帝互人有机会来锻炼我可以有敬拜的气力。啊，伊带我去的迄个实习的教会，拄啊好拢是有好的敬拜团的教会，啊，遐个团员拢真信用，拢真稳真在，真稳真在，袂甲我批评，啊，佫会甲我引带，啊，佫会甲我讲你对会当佫较好，啊，佫安怎？啊，互我哪来有信心来和迄个乐团来沟通，啊，声音知影要安怎唱，要安怎训练。啊，有真侪好的模范，互我学习。所以今仔日若是有一点点啊，会当荣耀上帝的服侍，这是靠偌济人的帮衬，靠偌济的恩典，这是讲袂清楚的。毋过好耍的代志来哦，我家己容易把重点下伫能力的好歹的本性，有时我知影有原是有。所以当我家己较会晓带敬拜了后，有时候和较袂晓带敬拜。传道人同工的事，啊，时间佫较短的时，我就开始想讲，啊，练习的时间就遐短啊，啊，是安怎迄个歌拢练无好，啊，哪会比班哪会比班安尼？吼，啊，合作起来就感觉真无顺序，嘿，啊，有时沟通嘛无法度，啊，感觉讲，这个人哪会能力是安尼，啊，真了时间，吼，所以我家己心内嘛有即款的批评。煞袂记讲我家己是安怎互人照顾起来。啊，若是即个时阵，佫有另外一个嘛伫服侍同工来向我分享讲，即摆安尼练吼，实在拢是安怎啦吼，哪会遐尔无顺序？两个人、三个人开始有小可的即款负面的交流，若是无注意，就开始有一款气氛，吼，就是讲咱以后找较厉害的做伙啦，吼。安尼，就亲像哥林多教会所讲的，小小团体就出现了。毋过好佳在，上帝的话真做咱每一个人生命的中心，嘛有机会，嘛互我有机会时常来反省我家己的生命，互我会当记起讲，伫我弱小的时，我是仰望恩典上帝赏赐遐尔多帮衬，来帮助我无得到自卑。毋过伫有小可气力的时，嘛，求主是一个道理，帮助我会记伫迄个恩典，就无跌到高傲。所以这是一个智慧，甲咱每一个人对比较、彼此论断的中间来拯救出来，互咱的目睭会当拍开，看起家己的孤傲。所以今仔日无论咱是迄个较有气力的，较有智慧的，也是咱中间是有人有较无能力、有智慧的，咱敢愿意拢伫十字架道理面前来讲，主啊，我独独看你的恩典，互十字架恩典的气力来转变咱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甲拯救归伫上帝，毋是归伫能力，阁有智慧。安尼，咱无论是有能力的，还是无能力的，都因为上帝伫咱中间的恩典来快乐。咱敢愿意安尼？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的
稳定，你伫十字架顶面的稳定，有时是阮真恶直来了解的，因为你伫十字架顶面，无有气力，无有智慧来为着家己来申冤。多多对你的歌我，咱看起，阮看起是稳定的气力，伫十字架顶面来显现。所以主耶稣基督，求你这个温柔谦卑的性命，成做阮每一个人，性命的光，互阮看起讲，阮通抹去的，多多是稳定，会通透放阮每一个人的心，阮每一个人看家己，也是看别人迄种彼此论断的心。互阮中间若是无法度彼此相听的所在，主啊，你的稳定，你十字架的稳定，就伫阮教会中间来成做真水的结连，帮助阮开始无搁看重家己，也是别人的气力，家己也是别人的智慧，多多看这拢是你所想事的文字，来学乐，来敬拜，来欢喜你伫阮的中间，赐下遐尼济水的礼物。所以主耶稣，今仔日求你的圣神，佮有十字架的大气力，来转变阮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互阮得到头放。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